后来继续来看高雄迄件分尸案有重大的进展。昨日的26号码头所发现的人头，确定就是凶手的亲大嫂。这嘛是嫌犯杀人灭尸的关键证据。也就是讲，这嫌犯杀害掉3个太太，佮共分尸，这个证据拢找交证咯，样样要会使宣布破案咯。连续杀人分尸案的真相，26号总算找到最后一个关键。林姓甲张姓妇人人，佮有黄姓大嫂确定出代志，那凶手就是已经抓到的张姓嫌犯。昨26日在高雄港区26号码头岸边，发现疑似头颅的生物组织，经法医鉴识并萃取出 DNA 片段。 确认型别与被害人黄妇相符。26号码头保全获到的头骨，经过 DNA 比对，确认是去年11月29出代志的黄姓大嫂。外口用查甫的裤包条，再加上敲碎小组拍拼滚6工，找到76块尸骸，其中38块属于2月初2出代志的林姓妇人人。专案小组用肝脏细胞判断林姓妇人人恐惊已经身亡。另外2块尸骸是属于张姓妇人人，内底刑砍组织。 伫咧119号码头附近找到，这嘛是推测被害人已经死亡的证据。最后26号找到黄姓大嫂的头骨，搁较是专案小组找真久的最后关键，会当确定黄姓大嫂已经死亡，开出本案头一张死亡证明。有一个交代，互伊安尼好好去，莫有担家人安尼吼。 3个被害人不幸碰抬死，专案小组进前嘛伫咧嫌犯引导，敲出牛排刀甲加刀，比对出林姓甲张姓妇人人的 DNA， 顶悬嘛有张姓嫌犯的生物证据，判断这就是张姓嫌犯抬死2个人的犯案工具。接落来，专案小组会积极比对，甲黄姓大嫂头骨包掉的裤，敢是张姓嫌犯的，要甲命案甲嫌犯做连结。专案小组真细腻保护事证，甲完整的证据斗起来，互张姓嫌犯。 就算什么拢无讲，嘛会当受到法律的制裁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